问题错，没有冲突啊。但是有这个方面有冲突，那就不对了。没有啊，那我在最近的十几年，在国际上传直啊，真正的宗教跟佛教不一样啊，问题冲突没有啊。那冲突你说出来是不明了。双方对人性没有进行上面是心里的烦恼，是点冲突的啊，这就是中国生活，跟佛不冲突，跟道不冲突，那就换说跟所有宗教不冲突啊，所有宗教都有一个是，就是非常讲的特质。啊，佛经里头没有迷信的色彩。啊，所以真的大问题讲清楚讲明白，你不能不认，要到好处下去，大学问啊！啊，当你经常讲这个是没有那个啊，我跟朋友说的。我们讲到许多呢，人文从唐中国的会啊，社会的中文传统，这样的经历，我们的课是开始学习，我们的经济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，我们开始。啊，他给你讲几个概念，最后一个概念叫核心。这个很难，是佛神的性，什么神性？这个神性就是真实现象，它怎么会有？因为你要是不告诉你年轻，你不知道。是啥呀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思想。佛经中，尤其是大乘，是最绝无的。